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13日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认知。金华城多利案这北检第2届提审郭文德，伫元旦会期有公布金流有限，伊也承认摕补助款买上班无够周至。证交所行政院主计总处电官方网站昨拢出现各样，治安署证实讲国内有一寡公司部门网站和国际海客攻击。台南市长黄伟德的车昨暗伫咧高速公路发生车祸，头前车有一卡铁做工具箱落来，害后壁4台车被互闪着撞起哩。证交所行政院主计总处电官方网站昨拢出现各样啊，这治安署证实讲国内有一寡公司部门的网站和国际海客攻击，大部分拢已经恢复正常，也若少部分还佫伫咧排除问题。证交所表示讲相关的运作无受到影响。这个网页无论更新几届，连续拢失败，画面就是无法度正常显示。12下晡3点，证交所的官方网站向规个速度。隔顿讲13透早，同款的情形佫出现。证交所回应讲，有大量外国的 IP， 同一个时间发动无效查询，查询的量是比平常时加3倍至4倍，造成服务无稳定。不过，监管的市场相关业务的运作并无受到影响。DDoS 就是分散式的阻断攻击哦，基本上骇客会操作这个大量的这个僵尸设备，那透过这个让这个服务过载的方式哦，导致这个服务无法进行正常的这个营运。证交所的官方网站即届拄到的是DDoS的攻击，治安署嘛证实有卡瓦罗西亚骇客团体对咱台湾公司部门的网站发动分散式阻断服务的侵扰，目前大部分拢已经恢复正常，不过有部分的机关还佫伫咧排解当中。原地伫12透早6点55，上市租赁业中州控股已经发布重要的信息，公开因的官方网站受到网络的攻击。迄天下晡换证交所，到暗时兆丰金甲中华银行嘛小连续发布重要的信息，拢是受到DDoS的攻击，已经伫第一时间启动相关的防御甲复原的机制，对营运并无重大影响。有没有可能从 ISP 业者的闸道端做一些流量的监控，然后直接从 ISP 把这一类恶意攻击的 IP 做一个及时的流量清洗阻断？因若自称是因犯案的骇客组织，伫社群 X 大声表示，包括行政院主计总处、规备中心、交通单位、甲地方财税网站等等，已经对台湾发动几波的攻击。行政院发声明表示，因大力谴责骇客无代无志做网络攻击的行为，已经有密切掌握情形，协助各机关加强防护甲应用。另外，嘛有专家讲，这类DDoS的攻击是无啥技术，主要是吓惊的效果。不过，要安怎强化防范来维护资通讯的安全，确实是应该好好思考。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早起8点50分，有4只中国海警船对金门南边海域接近到台湾的禁限制水域。这海巡署派4只巡防艇，伫咧积极防疫的情形之下，采用1对1的方式，甲因公布距离。这巡防艇继续监控中国海警船，伫早起11点左右全部离开。中国海警14507，你以非法进入中华民国禁止限制水域，严重破坏区域和平稳定及海上交通安全秩序，请立即转向驶离。这是中国海警船伫9月头一届编队下过界，今年中国海警船已经来39届，走入到咱台湾外岛水域。海巡署强调，中国海警的行为对两岸顶交流是无帮助，咱的海巡人员也坚定执法的立场。因若讲到今仔日呢，是有2只德国军舰对北向南驶来到台海，上紧今仔日就会通过。正做这22年来头一批通过台海的德国军舰。另外，英国的这个《金融时报》也报道讲，美军海霸陆队已经秘密受训练1年多，若准这解放军侵犯台湾，因就会出动协助。今年7月，环太平洋军演提供予台湾媒体顶上军舰摄影的巴登福腾堡号顺风舰13号记录到加波吉舰法兰克福号由北向南进入台海，同时德方也介绍巴登福腾堡号近段续航力。德国海军巡防舰以及补给舰各一艘，自今天上午起由北向南航经台湾海峡。这段时间，国军全程掌握我周边海空域的动态。
教育部4点20军事迷专业公布航迹图，显示德国军舰已经开到淡水河口西北西50海里的所在，会将做22年来头一批经过大海的德国军舰。对于大海局势，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要拍死介在组织首脑宾拉登的美国海军精英海豹部队第6小队已经秘密受训1年多，一旦强军侵犯台湾，就会出动协助。学者分析，海豹6队是美国海军的3车部队，主要任务以海洋场景为主，包含非常规战争、国内外防卫、直接行动、反恐怖主义行动、特殊侦察任务等。城镇作战跟中东地区可能会完全不同，道路环境啊、山区啊什么的，我相信中文训练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必须融入当地的这个环境，而且包括语文。学者认为，海豹6队也可能是为其他地种部队伫印太作战新进行侦察加战术发展的训练，不一定是加强军正面的交战。对中国无放弃武力犯台，总统赖清德13头一摆主持三军士官新生联合开学典礼，强调中共近年来对台湾不断是文攻武吓，勉励学生爱对国家忠诚。大家要全力保家卫国。这些年来，中国对台湾的文攻武吓不曾停止。另外，面对中国的威胁和渗透，大家要牢记从军的初衷，对国家忠诚。老总统望士官学生继续真正技能，完成部队交付任务，将做军队维持战力上界重要一环，也提醒要注意健康和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长黄伟哲的车昨暗伫咧高速公路发生车祸，这国道警察调查了后，发现讲是头前车伊有放一卡铁做的工具箱落落来，这害后壁4台车被互闪着，安尼撞起哩。其中1台车就是黄伟哲的公务车。车驶在国道北向台南新营路段，头前忽然间出现不明的大型铁盒仔，根本都袂互闪，包括黄伟哲公务车载来的3台轿车和1台连接车拢做伙，好佳在无人受伤。全案现场未发现掉落铁盒之车辆，后续将调阅沿线监控影像查处侦办，违者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30条第1项第2款之规定开罚。公务车轰动，甲正边的车头拢猫落。黄伟哲13下晡去家己参加南方地理平台省长会议，大家省长拢表达关心。伊讲第一时间公务车袂互闪，直接落去哩。出现到被车弯下蛋，迄当中伊真正惊到。车祸的责任就是前方有那个掉落，对，而且不仅有好几部车辆都受伤。根据高公局的统计，国道平均当年拢有45000外件物件落地顶悬的事件，上侪都是塑胶布类这承载物品，当年拢有2万外件。另外落的车体零件嘛袂少，包括动物尸体等其他类别，当年嘛有1万外件。高公局提醒讲，国道车速真紧，若落物件可以造成2次事故，高公局嘛会对车主来收处理费。是针对这些散落物所造成的影响，在国道上占车道，或者说有实施交尾的部分，我们会采取一个收费的一个规定。那原则上是以3000的一个集聚来做等比级数的一个增加。过去南部的国道就捌发生有大量的肉品散纷纷落地内侧的车道，养护单位中国防主线的车道，抢通内侧车道了后继续清，开始点外前才扫清气，严重影响到过路的安全。高公局搁一摆呼吁过路人上路进前，一定要先甲货物保护完。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顶个月，台中有一位这富人人呢，伊参加旅行团去到嘉义阿里山离延平步道旅游，这半路出来分气，共阵的朋友有人是赶紧甲伊做 CPR， 也通报警方就要炸 AED 来甲救援。想袂到这 AED 是电无够，根本就放袂行。所有人是轮流急救40分钟了后，救护车到现场，甲这个富人人送到病院，毋过是油源救无倒来。警方表示讲，这台 AED 是民间管理，厂商拢有定期伫咧维护，也若电无够的问题，厂商当咧调查。救护车甲人送病院，也是无多挽回富人人的性命。台中这个富人人顶个月带团到嘉义阿里山离延平步道去旅游，中途昏迷唔知人，就算有熟清5个电击器 AED 自动体外电击器救援，敢若因为电量不足，无法救到人。启动1次就好，有启动完之后没多久就没电了。在这个地方现场没有 AED， 然后我们透过远景派出所送过来的 AED 也没有及时发挥功能。我们今天强调的是在于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公园景区里面，它的设置装备明显的不足。
本人到当地佚佗了后，有讲家己胸坎实了后就昏倒在地。朋友等3天来急救，也通报林军派出所查一个 AED 来救人。不过用无偌久，电就无够，刷来 AED 完全无反应，边的人轮流来急救40分钟。AED 显示电量不足原因尚待了解中，警方已通知 AED 设备厂商检查该设备并更换电池，目前显示为正常使用状态。警方讲，早期 AED 是由民间关键设置的，厂商拢有定期来检修。顶半年也确认过电池功能有正常，为安怎电量不足，已经有厂商送检验来查清楚。我讲诶，迄就是有迄个设备，你就是爱用者，无你就干脆买。夸张啊！应该那是要必备，要有。对了，这是救命的东西哈。病人唔知人无喘气，尿无咩时阵会使使用 AED， 使用时阵甲阿爸甲电源拍开，甲大片大伫个患者胸坎，插电了后就有机器分析心率，确定会使电击了后，病人边仔人拢离开，才佫改电击，结束了后进行急救。中方安尼做一直到救护人员到位，因为关键时刻因救命器材确实无电，家属是无多谅解，其他民众也感觉是真喊苦。警方讲的就是要求 AED 的设备半年定期管理维护，以便关键时刻发挥功效。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今年的双十宴会会伫咧婚姻房，婚姻县政府约按8点，要伫咧高铁的特定区试放3分钟。提醒观众朋友，下晡5点到暗时10点这段时间呢，这河北高铁特定区会进行交通管制。双十宴会今年是第一届伫婚姻举办，按算9月13暗时8点，伫河北高铁特定区会先试放3分钟。长江的尾暗5点到暗时10点，拢会交通管制。因为之前看国庆烟火都要跑到外县市，然后第一次在云林举办，所以非常期待。我们在整个交通的这个疏散还有安全性呢，我们大概就是做了一个 SOP 的一个流程跟动线的一个检视啊。那所以我想我们今天也算是一个先前的一个模拟了婚姻县政府表示，今年双十宴会有规划11个看宴会建基的地点，包括新河北旅球场、河北夜市这所在，嘛拢有安排疏运甲引导措施。对10月开始就举办相关的活动来吸引游客。10月10号到10月13号连续4天，那还有就是前面上一周的10月5号、6号在西有义镇文化季。那我们希望下半年的这一个观光人次也能够透过一连串的这一些精彩的活动，能够超越来到这个2000万。文管处表示，去年来婚姻观光讲的有到1973万人次，这届双十宴会是第一届伫婚姻举办。另外，嘛有西丽家电文化季、国际舞戏节等活动小刷来举办，希望来带动今年的观光人潮，会当超过2000万人次。记者综合报道。中秋真侪人会送礼，这做饼业者是当无闲。不过台南的有一个民众，甲人订1100外盒，价值70外万的两人酥。那这订金3万一直唔入，落尾佫直接取消这订单。互店家佫较生气的是，这个取消订单的民众，四界甲别人斗讲是业者嫌量伤过少，无要接订单。店家即马决定要甲告维护名声。中秋特别到台南这间饭店，当咧赶工，进前线雄互取消1100盒两人酥，价共70万块左右，而且对方连3万块定金也无纳。我们要先收定金，才会安排制作。那这件事情对方也是说好，那没问题，他会安排做这件事情的处理。然后到8月底的时候，就是说，一直都收不到钱。那如果今天真的没有办法付定金，那我们这笔订单就取消。取消订单的是台南一个专门咧共招团买米的业者，刊出双方对话内容。捌甲提醒讲，若无收到定金，就会取消。过几啊天啊，有员无收到钱，佮甲问伊煞因讲人伫国外口做钱无够，无法度花，只会当取消。业者无奈接受，无收到招团的人煞翻头甲委托买米的民众讲，因为订单量无够，人无要接。互饭店认为商誉受到损害。那我们不急啊，因为我们都是按照有客人有付款我们就出货。后来才知道说，原来在8月份取消的这个订单，原因是小城市觉得数量太少，没有的东西讲成是有的东西，你把你的问题丢到我们身上来。如果说数量少跟不愿意接，这是无中生有，那可能会有诽谤罪
跟这个损害信用罪的刑事官司，还有民事求偿的法律责任。业者强调，一般落大量的订单收订紧是咧保障业者，若无要买嘛袂要紧，不过袂当共乱做。为着要维护商誉，目前正咧甲律师讨论按算要甲过。记者综合报道。即摆唔通为着食一喙肉去互罚几落10万哦！这中秋特别高啊，为着要防止非洲猪瘟入侵，行政院今仔日去视察桃园机场的检疫作业，特别提醒这中国等所在武汉病风险也是真悬，尤其是中国阳性检体按着84%，呼吁民众唔通违法甲猪肉制品寄来到台湾，入境也唔通炸，头一届违规上重会当罚到20万。海关的人员详细检查旅客行李，以防有人炸猪肉制品，或者是糕仔饼内底有包猪肉的鸭。因为中秋就要到啊，为了预防非洲猪瘟传入来，行政院13视察桃园机场检疫的作业，嘛感谢辛苦的相关人员。我们看得到，从每万件的裁罚从3.77降到1.43，我有点担心1.43其实还蛮高的了哈。怎么样来加强宣导，让大家能够认识得更清楚？农业部强调讲，非洲猪瘟边境的防疫，从2018年8月到今年7月底，拢总检验7490件检体，验到747件核酸阳性，也就是有非洲猪瘟病毒的案件，主要拢是为中国、越南、泰国等的国家来的。边境的阳性率是9.97%，其中为中国来的验到有非洲猪瘟有629件，比例有到84%。那特别是在东亚地区的话，目前就是台湾跟日本还是非疫区的这个部分，那也是我们过去长久以来坚持所得到的这样一个成果。农业部强调讲，东亚的非疫区目前敢若剩台湾甲日本，而且市地甲连带相关的产业产值超过1500亿，边境的检查是袂当放零。嘛提醒民众，亲像五仁、广式甲金华月饼等等的糕仔饼，清在拢有包肉。民众若为外国炸转来，或者是国寄寄转来台湾，拢有可能会去互罚钱。高峰的时候，我们更是不要放松，那能够继续把我们的这个产业维持住，把我们国内的这个良好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维持住。农业部嘛呼吁民众，唔通非法甲猪肉制品的包裹寄转来台湾，嘛袂当炸转来，才袂去互处分。头一届违规的上重会当罚20万。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看这新闻，讲到顶日啊，美国前总统 Trump 在咧辩论当中讲到，这俄亥俄州的这个春电市对海地等国家来的移民呢，因会掠这猫仔狗仔来食，官员也已经驳回讲这是错误信息咯。不过，当当地市政府却接到这炸弹威胁，警方赶紧甲民众疏开。俄亥俄州春电市外口有警车伫咧守，警察出入入看起来算是正平静。春电市有4栋市政府建筑，2间学校拢撤离。当局宣布，规个春电市因为有几落件炸弹威胁，市政府今仔日关闭，配合联邦调查局办案查清楚消息来源。市长卢伊讲，炸弹威胁是来自讲伊对移民问题不满的在地人。In Springfield.They're eating the dogs, the people that came in. They're eating the cats. They're eating the pets of the people that live there. 春电市人口62000人。自从和前总统川普伫大选辩论时阵讲，有海地等国家移民甲人饲的猫狗掠来食了，就互全国注意。市府官员澄清讲，唔捌接到不完讲有人饲的猫狗互人食去。社区工会也伫咧讨论安怎处理这件代志。We need a community that understands each other, that works with each other, and listen to each other. 这几年有差不多15000位海地的移民，为了要逃离家乡的产业甲目的，依照总统拜登新扩大的合法入境管道，搬来春电市，带动当地的经济。因过也和学校甲其他的社会福利机关服务愈来愈严，工资也一直起。因过地方官员讲，犯罪率并无增加。川普所讲的无证移民伫咧春电市食猫狗，互人批评是讲白贼歧视性的言论。纽约时报12报道讲，美国网络政治杂志《联邦党人》有摕到一段不凡的录音，讲春电的居民伫咧上班的半路，看到4位移民伫咧城市的公园掠鹅，敢若是证明网络上的移民掠动物来食的讲法。公司新闻吴文玲编写。
针对到假信息，澳洲杂志就提出一项法案，要求科技公司呢，家己就要制定规范管理家己的网络平台传播假信息，违规者呢会罚全球收益的5%当作是罚款。那 X 平台执行长马斯克对新职称是真不满，也批评澳洲政府。澳洲杂志提出一项加强打击网络假信息的法案，未来若无管制假信息传播的社群平台，就会罚全球利润5%的罚款。澳洲总理批评讲，韩国科技平台影响力已经超过澳洲的主权。这项法案会锁定科技大公司，促进因制定相关的准则，而且交付监管机关来批准。平台若是唔愿执行，澳洲政府会制定家己的标准，而且甲违规的公司处分。The bill will empower the ACMA to review the effectiveness of digital platform systems and processes, and will improve transparency about measures platforms have in place. 这个法案是第一礼拜二，总理艾班尼斯宣布建议限制16岁以下囡仔使用社群平台了后，搁一项针对网络平台管制，主要是针对损害公众利益的内容，亲像影响选举完整性、有关公共卫生错误的内容，或者是攻击特定族群甲个人，甚至是破坏关键基础设施、阻碍紧急服务的假信息。The bill positions Australia to be at the forefront of tackling this growing international problem, one which threatens to undermine our civic discourse and democratic engagement and participation. 不过，反对者质疑新的法令会限缩言论自由。社群平台 X 的执行长马斯克直接破文批评澳洲政府是法西斯分子，这并不是马斯克头一届甲澳洲政府对徛。澳洲网络安全监管机关下令，要求社群媒体爱甲说的主角受到暴力攻击的影片为网络顶摕落来，而且防止错误的信息继续传播，让暴力的事件搁再扩大。不过 ，X 平台煞是拒绝外为网络顶摕落来，因为安尼双方闹到法庭去。X 平台表示会尊重澳洲的法律，不过澳洲监管机构无权干涉平台使用者伫全球的范围内会当看到的内容。公司新闻牛间编译。继续来关心金华城这站案件，这检方今仔日是第2届提审郭文德，前台北市都法局长黄景波，今仔日本地是以证人的身份传来问话，不过当场转做是被告移送北检复讯。郭文德太太陈培琪昨有公布口座有限，5条钱加起来是1628万，强调这个钱拢是清白的。针对着郭文德开4300万的选举补助款买办公室。宣布用民众党的名义，陈培琪认为讲是做了无够周至。另外，检调查扣这保险箱内面的这个了后，有发现讲这内面有金啊、现金等等，外界的质疑讲这个财产拢无申报。调面大呼吁讲，赶紧把这金流讲清楚，这才是重点。双手红靠起来，但是表情看起来真轻松。各项介绍的法警在讲话，民众党主席郭文泰刚入金华城用这案，涉犯贪污道理洪基阿禁见13号北检第2摆提审。柯主席他有这个金流上面被指没有办法评论。等到12点外，郭文泰结束侦讯，登去看守所，所以来北检第2摆提审当地的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应耀薇。应晓薇双手红扣起来，无啥物表情，行入去地检署，一直到下晡4点半左右才结束侦讯，同登去看守所。早一点有说什么？检验持续侦查金华城案的金流，前台北市都法局长黄景波13本底是以证人的身份红传过去，但是当庭准被告，尾暗暝5点外红移送北检来复讯。郭文泰因某陈培琪12才接受媒体专访，公布口座的细节，当中5大条金流1628万，强调因兜的钱拢正当清白。那这个就是对于我这几年2016年年底来到差不多6年。2016年差不多8年吧，以来我家里的那个现金的一个来源的一个证明。不过郭文泰用4300万的选举补助款买上班，算不上民众党的名义，但不其承认这欠考虑。他那个就是中介出的一个，就是有经手人，然后就写了陈佩琪。可是这个土地的登记就是在柯文哲啊。另外，陈培琪讲，郭文泰2018年选台北市长，摕到选举补助款1700多万，靠抵押厝贷款的钱，剩下还有230万，但这互真无聊甲反扑，讲应该是颠倒了60万。我就是拿所谓他的房贷2000万去减他的那个选举补助款1700万。
那因为他有额外好像又不知道，就是应该也那个是他自己的钱啊，就是他有所谓的这个保证金200万，那加总起来的话大概还差60万，所以他必须要倒贴60万。柯文哲不是号称公开透明吗？这种要申报的东西，为什么要像挤牙膏的方式，要在检调查的过程当中，要一点一点把它挤出来呢？但媒记承认讲，福检调查扣的第一银行2个保险箱啊，是包括金马、脚架，另外一个拢50万块，但是嘛，方质疑讲无做财产的申报，民代嘛会有民众党莫阁拍悲情牌啊，经交代完整的金流。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金华城这个案件，伊容积率有到840%，引起争议。国土署长吴欣修就表示讲，这容积奖励希望是放伫咧公益，爱避免奖励单一个案、单一族群。若准有这个案上过头，会要求地方政府修正。地方政府就表示讲，希望中央就要定出这容积奖励管控制度，予地方政府来照办才是。容积的560，奖励容积20跟这个容积移转是要用钱购买的30%，这2个加起来才是840。江华城董事长4月底出面强调，江华城改建的容积率是根据都市计划法第24条，得到20%的容积奖励。不过问题是，这容积奖励来源是怎样？都经建筑容积办法，因故江华城不是老旧的建物，也无伫都经规划区内底，引起争议。连这个高雄国宾饭店改建案处理1142%容积奖励，也受到关心注意。对各界讨论容积率问题，国土署长吴欣修讲，容积是公共财，容积奖励应该优先放伫公益顶面，并且爱避免奖励单一个案也是族群。若有一寡案件伤超过，会经由监院，也是要求地方政府修正，避免中央的控管容积奖励。后续中央如果有相关容积奖励控管制度，也可以多听取地方意见，作为执法修法的参考，在兼顾公益公平、民众权益上，避免争议发生。高雄市目前的容积奖励，主要是依照中央订定的项目来办理。地方政府希望中央赶紧定出用这种的控管制度，让地方会使来依据。学者解说，伫都市计划规范中，土地使用管制规定建比率，一块土地顶面有偌侪面积会使起建筑物，要用这率，建物会使起偌悬来维持城市景观甲空间。用这种的原意是希望鼓励民众进行规脑重建、都市更新，而且中央甲县市有家己的用这种类也会使贴加起来。因为这阵敢若有使用超过进行。容积奖励的结果跟会不会促进都市更新或适当的土地开发之间没有太多的正相关，反正养大的开发业者、养大的地主的一种心态，也许可以设计一个容积奖励的原则，不会变成容积奖励形成地方上政治考量的重要因素。学者讲，中央本来就有权限甲责任监督各县市政府的用积总量甲用积奖励，所以讲赞成进一步订定相关的规范，适度来控管用积奖励。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统计，今年初到9月初6的道安数据，即过路人死亡人数有134件，上届这县市是桃园、台中、台南甲高雄。交通部也讲，最近有发现讲，这个轿车、奥多派无要让过路人的情形有伫咧增加，也要求这死亡事故较侪县市政府就要加强执法，以护这道路安全。新任交通部长陈世凯9月上任，伊表示，道路安全是交通部的重要议题。针对各界关心的过路人安全，根据交通部统计，今年初到9月初6，累计过路人死亡人数有134人，上济县市是桃园市有17人。顶礼拜8月31到9月初6，也有一个过路人伫桃园市车祸死亡。营业大货车，它从文化2路，它要回转进去文化2路34巷口的一个加油站，然后跟行人就是红色的一个步行的一个方向发生的一个碰撞的一个情形哦。然后这主要的一个肇事原因就是车辆未停让行人。交通部表示，最近有观察到汽机车无让过路人，也是过路人违规的状况拢有咧增加。针对车祸增加数量较侪的县市，交通部要求加强执法，但是说互警察工作权益推动协会大部分批评，无应该把责任放伫警察基层，应该检讨交通法规。交通部也做出回应。大案的改善被从3个面向去做，就是工程、教育跟执法。当然还有一个就是监理，因为违规
而进而造成死亡事故的县市如果比较多的我们是希望这个县市能够加强执法了，并不是说有所有的县市我们是希望说这些事故比较严重的县能够加强执法。交通部表示，为了透过多方面的手段加强道路安全，另外针对中秋过节大家行马团圆，交通部也提醒民众唔通过路驾驶，也袂使食酒塞车，保护家己也保护别人，做伙维护道路安全。记者郭文社桂林台北报道。有一名住伫台湾的日本作家，进前对台中北屯骑脚踏车要去到新社，看到这路边的公车牌有归队的本数，还有油喷，翕相铺上网络，希望大家重视。台湾民众听到这消息了后，是感觉真见笑。也那在地环保局是讲有装监视器，加强处理氮本数情形。含公车的站牌做伙翕相是真碍脚，因为涂骹有规地粪扫，佮有落落来喷含免洗的餐具。伫台湾定居的日本作家、日本人的欧吉桑，11日台中市骑脚踏车的时阵发现讲，北屯区东山路一个公车站牌下骹拢是粪扫，佮发出臭味。伊随去找当地的里长，是要发起骑铁马捡粪扫的活动。他来骑单车的路途，发现东山路沿途就是垃圾。有一些垃圾他的诉求是说，他想发起响应骑单车捡垃圾的活动。相片内面的地点就伫咧东山路丹东的公车站牌，代志风标出来了后，环保局较紧派人去加强摒扫，但已经引起台湾的网友和其他骑铁马技术的批评，讲这种见效带佮传到日本去。当地民众讲，这粪扫拢是外地人塞车骑车经过的时阵弹的，很丢脸啊！怎么说？就很丢脸啊！你不觉得这种事就很丢脸？很没有公德心，沿路的乱丢垃圾，而且有时候来讲的话，有时候随手丢的也很多。进前太平区136线沿途拢是粪扫，日本作家嘛捌翕影片来关心。这摆轮到通去新社的东山路红点名，环保局讲东山路沿途装的监视器，统计对2022年到今，已经处理29件的违规乌白氮粪扫，当中罚34800块。但当站牌遐嘛伫12加装2台监视器。本队已架设监视器，加强取缔，设立禁止乱丢垃圾警告标语。并依《废弃物清理法》第27条第1款规定开罚。另外，市府嘛伫站牌遐打警示的公告，讲若是乌白氮粪扫，就会照废弃物清理法，该罚1200到6000块。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沙丁堡一间高职，今下晡4点外发生3个学生伫咧校门边啊，互校外青训人举西瓜刀扑着伤，加在送病院了后无性命危险。警方初步了解是两阵人伫社群软体顶头互相呛声，讲约出来要谈判，也那双方是发生口角，而且有下体冲突。举刀攻击的迄一边呢，有5个查甫人，一个查某。目前这6个人拢已经抓到了。对这个画面，咱当看到讲这警察车直接冲到校园门口附近。初步了解，这3个学生呢，和对方伫网络顶头互相呛声，小少讲伫咧学校附近要来谈判，想袂到对方一个17岁查甫人，雄雄举西瓜刀出来甲因攻击。加在这3个学生拢是轻伤，送病院了后无性命危险。因为涉嫌举刀攻击的6个人，拢已经到案，会依照妨害秩序、伤害等罪嫌，而且新北地检署侦办。昨暗呢，在桃园大园啊，一个社区边的空地啊，着火烧，放伫咧空地的顶头84台奥多摆拢烧了，加在是无人着伤。大火就伫大楼边仔烧起来，还有阵阵乌烟甲爆炸声。这件火灾是伫桃园大园区三民路2段一个大型社区边仔的空地仔发生的。12暗时差不多9点半，停伫遮规大片的机车煞熊熊着火烧起来，83台全部烧起，还有1台是烧一半。消防局出动各式车辆15辆，消防人员53名前往救援。抵达现场后，大楼旁约83辆机车全面燃烧。消防人员随即部署水线抢救，防止延烧至隔壁大楼。现场的机车残骸规个如苍苍，真瓦近的大楼壁堵嘛，好烧甲拢乌去。火灾发生的时阵，因为机车内底有汽油，造成火势，火烧甲真猛，边的大楼嘛叫火昏扑及。消防紧急疏散130人，好佳在无人受伤，甲掉伫内底。摩托车拢开始变啊！火好大哦！有民众看到火伫烧，感觉真恐怖。想去拖摩托车，你知道吗？我说不要去，过1分钟而已，一台开始爆，没有，整排开始爆，全部烧。哦，
超恐怖的啊！很傻眼，就停在这，然后就突然回来就没了，只能再买一台新车，但就很无奈啊。消防队员清早火灾现场，小区的面积超过200平方公尺，初步传出是抗地下边的资源回收物先导火烧起来，不过详细导火原因甲财务损失，也佫有待消防局进一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振兴台南虎头埤观光区的一个风景区的观光，台南市政府宣布要用 BOT 的方式招商起流浪，对虎头埤到新化林场，而且这其中2站的附近的起旅馆也有商城，希望解决到这虎头埤附近交通含旅馆量能不足的问题。不过，这消息一出来，当地居民也开始在咧烦恼讲，若阵起流浪会影响到因的居住权。水上设施拢无人伫算，才是有178年历史，敢若像台南后花园的虎头埤风景区，计其北是台湾背景12城之一。近年来却是无啥人来，去年有业者拍算要来兴建空中缆车，增加吸引力，却是因为可行性评估无通过。也那关务局是改用 BOT 方式，要搁再来招商。民间自体的一个规划，第一站的地方放在我们的那个农产营销公司，把机场设计在它的一个用地上，可行性评估的会议里面去检讨的时候，它的用地是不可行。虽然已经无闹热，无啥观光，也毋过虎头埤外新华果菜市场、老街甲林场，管务局认为讲缆车会使改善周边的交通，重新规划了后，起点改做虎头埤站，下后边橫過虎頭埤，中2站的起旅館甲商城，佮延伸到新化林場，總計4站，全長是2公里。一天有2個地方。游客讲新的设施互交通更加方便，不过当地部分民众却是真烦恼，因为因的厝的用地拢是家市府做的。唔是征收要拆了？为虾米唔是征收？这唔是恁家己的厝吗？这地上物源的啦。建设时候，这些地方长远计划，你有经营，会当出来愈侪人较好。市府澄清，当地要拆厝，是因为厝真久啊、歹去啊、有安全问题。也讲这缆车也有起旅馆，若改善交通，也解决周边旅馆无够问题，会继续来招商，请业者加入提案。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立大同病院委托高雄医学大学经营15年啊，这合约伫今年底要到期，将有可能是由中基来接手。高雄市卫生局表示讲，中基提出的条件内面有答应讲10年内完成大同病院东道急救急诊病院认证。不过，也有机关质疑讲，这评选过程是不公平，不排除机会开机了后会成立调查小组。可以有足够的医师跟足够的护理人员来经营大同医院吗？那如果呢这家医院是还没准备好的，是被你叫过来经营的，那我们就有一点担心了。大同病院原本由高雄医学大学经营，即摆有可能换做互中科病院来经营。国民党的市议员开记者会，这期评选的过程敢有公平？希望卫生局提出会议的记录，公布清楚。面对外人经营的风波，卫生局表示，中科提出5大预约的条件，其中甲大同升级，正做中度级的紧急医疗病院，是评审委员评选上界关键的原因。4家医学中心即重度及紧急责任医院都位于北高雄8个行政区，共约80万市民需紧急送医急救时，需依赖大同、阮中和、小港民生旗津医院，都只是一般级或中度级紧急医疗责任医院。高医伫咧换大同病院已经有15档，合约到今年底就到期。卫生局表示，3月份有优先订约考评成做评估，高医无到70分。8月份开专家评选会议，大多数的委员支持中科摕到优先经营权。卫生局强调，南高雄确实有成立重度紧急医疗病院的需要，不过高医工会认为大同病院的地理位置并不适合。你应该选择在凤山医院。那既然你要落实，要把我们的民众的就医的权利都用得很好，然后规格要用得很好，你应该5家医院要同步进行，而不是只是你用区域医院的规格要求区域医院去做医学中心的事情。卫生局强调，目前要伫咧预约的阶段。不过，市议员陈丽娜嘛表示，若无公开会议的内容，就会伫咧议会开议了后，针对这件事件召开监督调查小组。
记者柯昭阳高雄报道。法务部矫正署为了要加强矫正人员的危机处理能力甲战机体能，举办静安小组第14期检修。台湾各矫正机关首长、介护业务单位也拢来到现场学习观摩。未来若准这检索遇到危机事件，就当加强风险管理甲处理方式。交期甲发生收容人的暴动，占领工厂甲管理人员来对立。13中昼时，交期甲举办静安小组的成果验收。今年除了传统的电报演练以外，头盖增加科技设备的运用。以人眼辨识系统掌控这个姿势的手谋，空拍机的部分主要是外围巡逻及时掌握脱逃意图者的位置。我们利用科技设备辅助，也是可以确实的避免事态的扩大。法务部矫正署为全国52个矫正机关训练介护人员，成立电报的团队静安小组，为1997年到今已经训练1300多人。这届第14期训练完成了后，因未来派驻伫台湾各地协助处理危机事件。每年都会有成军那个不同级别的成员这样子，然后去训练一些新的同仁所以每年他们都会有轮换的方式，然后让我们更多的同仁也可以有机会参与这样一个静安训练，提高他们在这个执行职务上的一个专业能力。今仔日的电报演练过程真真实，展现静安小组的训练成果。法务部表示，国外顶一站拢有发生一寡加暴动的事件，希望透过训练，唔但提升管理人员危机处理能力，嘛来加强社会对矫正单位的信任。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行政院消保处今年5、6月的时阵，有调查大学附近100份的税厝契约，发现讲有57份是不合格，其中以违反契约审阅期上介济。也若处因为契约当中呢，要真济是甲这承租人义务责任闹到去。官方也伫咧烦恼讲，若准这厝卡无想要继续税将有可能会互扣一寡无合理的费用。开学的时间到大学的新生都要来部分新旧生若是无法度住宿舍，就要提早去外口税厝。但是税厝进前拍契约的契约书，敢有斟酌检查过？租约的那个日期，然后金额，那还有一些什么须知，这样该注意的，都有纠纷。契约条款再三确认，就惊内面有藏陷阱，以后会加纠纷。但是行政院消保处调查全台湾大专院校第4科地税厝的民众手头的租约，前后查100份，发现过半数内容拢无合格。比较严重的违规项目是房东并没有把特别重要的这个应记载事项记载上去，担心我们这些大学生、这些房客会因为在这个租赁契约终了之后，房东会额外去从这个押租机中去扣除一些不该去扣除的费用。违规上侪就是审阅期的规定，不是契约无记载，就是无够3天，加起来拢总44分，排名第2的是来到30分，拢无照法规明定合约终止了后是安怎来结清费用，尤其违约金的计算是完全拢无写，真侪契约嘛，甲承租人的义务责任漏掉，造成退租了后，更加会起哄乌白扣无合理的费用。电费以前可能是用1度电多少钱来做收费，7月15号以后的签了合约，电费的收取是必须符合台电的电费账单的，所以这个部分可能也要去特别留意。官方处因为100份内面，大数帮屋其中1份状况是上严重的，查核的15项厝有11项拢有问题。业者对这是暂时无回应。信义帮屋有4份的契约嘛，方发现有问题。业者是以书面表示讲，提供的租约拢有甲税厝的权益公平来纳入考虑，但是消保处知道了后，已经甲内容调整另外，崔妈妈基金会特别提醒讲，税厝的电费新制已经第7月上路签约之前嘛要注意，才袂损害到家己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2年 AI 人工智慧长时行来看新竹的建工高中，因为我见到新竹科航园区的关系，特别找这阳明交大电子所博士班的学生，对今年开始来到学校教这半导体相关的课程，这也是代表地区头一间有半导体课程的高中。机体电路就是超级大，所以里面的 IC 是超级复杂的结构。手提 IC 晶片小解半导体原理，帮助学生了解科技发展过程以及半导体材料的特性。新竹建工高中的这门半导体课程，一开课连起学生小侪报名来上课。因为我觉得半导体或者是晶片这种东西，在我们身边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像是手机、电脑、平板里面都有。然后再加上它是现在国际的一种趋势。对我们每个人或每个国家都很重要。希望说能够帮助
小朋友未来在选择科系的时候，不管是要念理工科或者是文组，其实都是非常需要能够有半导体的知识，因为我们台湾的这个半导体产业其实是由各个科系所组合而成的。校长指出，会选择踮高中内面开半导体课程，主要原因是学校有真侪学生的父母拢是伫科学园区上班，课程除了学生了解园区的工作内容，嘛互学生提早知影家己的兴趣。我觉得家人工作还是相当辛苦的。第一是我觉得这个产业你光是要理解就非常困难。第二，如果你是应用，我觉得那就更厉害了。你的高一学生我们统计发现有超过60%的孩子，他们的父母亲在园区工作、上班服务我想爸爸妈妈在做什么，在对世界上做这么有意义、这么贡献这么大的事情，孩子们应该要感觉到光荣。校长讲，接落来会带学生去园区的科技公司进行实体学习，希望透过半导体教育课程，提升学生对半导体产业的兴趣，为台湾培养更较多科技人才。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在去年过身的中华诗人林兴泰，伊是台湾下几件世代的作家代表。伊创作超过100支留真侪珍贵文学作品，一世人对台湾的新诗的推动有深远的影响。为了纪念林兴泰，这彰化县政府伫咧八卦山文学步道设立林兴泰纪念诗亭，感谢伊对台湾文学的贡献。去年过身的中华诗人林兴泰是台湾下几件世代的作家代表，一生对台湾新诗的推动有真深的影响。为着纪念林兴泰诗人过往1周年，彰化县政府伫八卦山文学步道设立林兴泰的纪念诗亭，伫13节港举办结拜仪式。伊以前嘛是住伫八卦山吼，所以八卦山对伊来讲是真特别的所在啊，所以伊一世人拢伫彰化，所以就是这是伊的诗作吼，伊的创作上重要的灵感的来源。那林兴泰老师出生在1920年彰化的一个北斗。那他曾经经历过语言的一个转变变成台湾文坛中非常重要的跨语世代的一个作家。林兴泰细汉接受日本教育，日本战败了后，台湾和国民政府接收，伊的作品经历过语言加文化的转变。捌访问过林兴泰作家康元表示，老师讲过，上遗憾的是无用母语写诗。康元嘛特别用台语现代诗的创作来悼念林兴泰。日记是其台湾人的喙齿，和武士官赞同我们政府用普通的话对比咱的母语。你讲一世人上遗憾，无法度用家己的标语写诗。所以我伫首诗内底就是咧描写着伊有细汉编理诗社甲做现代诗的这个运动，像讲伊要哪甲咱台湾现代诗甲现代派主义结对位，所以是本土性甲现代性并无冲突林兴泰的文学作品用现代诗来连接本土价值，表达出对台湾土地甲人民的感情。彰化县立图书馆嘛规划林兴泰老师的主题册展，为现在开始展出到11月底。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伫咧北爱尔兰有一座公园，内面有一座新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铜像。对开幕了后，这面貌煞变做是外界讨论的焦点。地方政府的面册说，因为有伤过侪人去留话批评，规气就把这留话功能关起来啊。已经过身的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是英国在位上久的君主，伊的容貌也佮身影，大家拢真知影。北爱尔兰当地艺术家安托布伦兰受安特里姆地方政府的委托，所创作的女王青铜的雕像，进前伫安特里姆城堡公园内显幕。女王的雕像看向远的所在，身穿苏花的呢仔裙，头毛用头巾绑起来。后壁徛的是陪伴伊一世人的翁婿菲利普亲王，骹边啊也佮2只科技的狗仔陪伴。不过，这个艺术作品对显幕以来到底甲女王是有共啊无，引起真激烈的辩论。Not so good at the Queen. I'm afraid doesn't make it bear any resemblance. In fact, the corgis are better than the Queen, I'd say. I just don't think it looks like her face. I think the rest of it looks like, but I don't think her face is very like the Queen.
安特里姆地方政府伫官方的面册专页公布新雕像落成的消息，甲相关的相片。有人讲，这签署的官员应该目睭爱去检查一下；也有人讲，雕像应该按样雕定做。负面评论一直礼拜，当局有时规气甲这个评论区留言的功能给关起来。虽然真侪民众讲这甲女王真无共，也毋过接受艺术评论员认可这座人物的雕塑，替艺术家来发声讲话。I think all art is valid, and I think it'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this is art made by someone who is an active artist. This isn't something that is made by a computer. This isn't something that is generated. This is someone's hands making their image of what they believe would represent the Queen. 广西新闻王慧文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你就知。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6度到34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5度到33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5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5度到33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7度到32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